咱今仔比赛这么刺激哦，是我看这爱小可休喘一下。哦，嘿，哦，你趁这个阶段拄啊好，嘿因为到目前为止吼是，咱拄只排部合法的这选手拢拄啊拍完，哎啊，标剩的呢，这5位啊，拢是经济选手。拢是之前第一摕到门票的。哦，所以爱互大家放较轻松好，诶，轻松就。爱互大家有一寡好笑的代志。好笑的好笑，安那好笑，我拄则有想到一个就好笑的。安那讲你两个是这个节目的灵魂，啊，灵魂。就是节目主持人还是灵魂，嘿啊是毋是应该？你看遮尔济届啊嘛，应该会晓啊吧？安尼看就会晓。对啊，讲头先拢会晓，你袂晓？你讲王俊迄400公斤，阮会晓。啊，无试看卖哪会知？试看卖哦。你对啊就安尼讲啊，要大家笑嘛。无唔对，台湾体能王来到第13集啊！咱的主持人看甲大嘛应该拢会晓啊吧？现主时就来一场台湾体能王接入 PK 赛，由咱主持人来挑选选手，分做2队，啊上队若有我上缘投的体育主播啾啾麦，还有咱的体能顾问 Jimmy 来加入，啊咱绝对会当互耗子队带你等啊！啊咱嘛爱看咱耗子队的成员有啥物人啦？啥物？既然有咱的台语顾问何老师，嘿老师，你是有法度无啦？闭路就知啊！上行要开始，恁小亮，啊，恁两个小样，哦，小念，来准备。加多脚头叉，输的先来。无一定哦。无一定哦，对啊，赢的先讲啊嘿。嘿哎呀，输的先来啊，输的无一定哦，来，无一定，无一定。输的人先来啊，无你讲，是要讲几摆？这无一定吗？输的你会人确定的抢。无？有确定了吗？确定。后一位选手熊狗，哎，哇，就辣的呢，比赛开始啦哦！即摆感觉不等起来吼，两个即摆伫咧王船顶悬吼，咧救啊咧救啊，救啊顶头哦！哎，哎塞呢，救啊顶头！哎呦，唔正搞，唔正哦！你看上啊，你看上，你看伊表情，够了，伊表情，加油加油！滴，公主，你要搞啊，你要搞啊！滴，这表情敢若开始在。哦，你啊，甲救者，甲救者啦！跳过，点爱记你，你若跳袂过，我淡薄搏倒，啊，奖牙一支无？嘿，奖牙一支啦，嘿啦，牙休对白啦。哦，来，你先慢，咱两个做伙搞，才有算搞哦。阿雄拢无咧等你啦，我都无咧等，较紧，较紧呢，家己一直冲啦。哎呀，哎，哦，就辣，虽然毋是上紧的，但是是上辣的哦。你莫落落哦，落落啊顶来哦。嘿，甲倒救，谢你，尽量大家救。你个拖去磨壁，拖去路两条。我再操嘞！哦，会使哦。报告，第二粒天顶，第二粒。嘿，波蛋要吃着，哦，就35公斤，35公斤啦！我唔甘，我都。哦，这个速度冇落去哦，落去就冇。你迄念若讲落去，你点爱落下骹扣哦。啾麦，看出来，出来！哦，刚头先会丢接啦，你真会话去吼。刚头先跟推姐，你等较远哦，拜托你等较。哎，原来这真，啾麦，原来这重呢。进2杀，哦，烫沙啦！啾麦加油哦！唔是每一个选手哦，拢会使穿西装去哩比赛。哎，不是每一个选手都能请下的去比赛。对，来啊，第2粒，这敢若第2粒尔哦。啾麦加油！我讲落去，好无真正力咯。哦，搁一粒，啾麦，搁一粒嘿，用走。同尾一个搁落去无？伊会搁落去无？观众朋友期待伊会使搁落去一摆无？伊会搁落去无？哇！爱跳，你爱跳过？要搁咧喘？跳孔姐，
别修咱就卖，主播甲你教我啦，修就卖个能卡啦，好啦好啦，啊无上过你甲倒跳啦，跳啦你，甲倒跳，伊就无倒，你甲倒跳。哦，即摆来个错价，速哇，度向向变真紧啦！错价速度有够紧的，伊要行下骹，伊要行下骹，进前拢行下骹，哎哟，直接甲出了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把球出出应该会当，直接飞过，直接飞过，直接飞过。这把球出出这爱海，这诶，是新啊！哇，哦，水，去你啊！哇，Jimmy 老师啦，这关卡设计啦，观众朋友啊，就是伊啦。嘿啦，为大家示范讲，这玉山哦，到底爱安怎爬较会紧啦？哇，哦，差点就去你哦，不但要吃无哦，吃了不但吃着，不但吃着，靠5秒迄空嘿，对，迄空爱差咧，稳啊，哦，哎呦，速度你看这速度，哎，保当，哦，来确保，可以把来确保者，这个画面足感动的，今麦咧帮伊确保，这个是伊的主地兵啦，嘿，哎呀，这久无算的啦。哦，吉米老师开始了，哦，真正不用看，真正不用，哦，袂输咱搞咧，那真紧啊，真紧啊啦，哇，手我看我起掉啊，起掉哦，5分21秒对但是吼，伊中午饲着波蛋对无？哎，我甲你讲，靠5秒，迄个会话赛吼，咱波蛋无算，喂所以加饲的嘛，什么都讲袂记得讲啊啦，保单是袂两次的啦，来，做回来。有啦，嘛是啦，伊迄个靠5秒就对啊嘛是靠5秒，所以咱这个行程吼，中心搁报一下，拄讲因为老师伊无饲着，所以吼，咱是爱用这个买表，嘿。新就是5分26秒6倍，哦，袂歹啦。迄是就是鸟啦。哎，下好，时间开始吼，听倒看咱这个阿雄队吼，5分26秒，做救了过关。啊，即马咧，哇，有一个名袂当啊哟。如英甲咱孝子哥哥，两个人吼，伫咧这个王船400公斤，400公斤，那叫甲食力的。卡咧带，我跟你讲，耗子卡咧带哦。哦，看咱这个孝子哥哥，即马吼是面部是完全无会使跳啊，会使跳啊啦。完全无笑容啊！哎，录音你跳过救耗子，跳过去，哎，你救耗子，救耗子，哎，救耗子。哦，想袂到咱孝子哥哥需要互救呢。哦，代表咱要过这关无啊简单啦，是嘛？紧来手头休。哦，啊，拄仔咱看咱这个阿雄队的比赛，就知影讲吼，其实吼，咱平时看这些运动员，为什么王船啦、头休看起来敢若足简单，其实吼，真诶吼，主持人跳来比赛，我现讲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。看咱阿雄哥哥，会甲救嘞，涂骹白迄个面吼，看起来嘛敢有够喘的呢。时间拄好过1分钟。嘿，休个那个涂骹呀。我也无靠哦。休差了无好安尼，是毋是应该算失败？啊，啊，有时无当去饲有时伊个起波蛋，佮有时间才能起波蛋。哦，但是即摆的，就看咱这个天丁，佮有法度用身躯的力量安尼下过去无？会使无？好，老师来啊，老师来来啊，到咱台语老师阿台语过问。诶，这个哦，第一关咱老师摸这个珍珠呐，看起来简单的。哎，厉害哦！这珍珠是毋是活较轻的啦？无公平，无公平啦！你莫伫遐咧，你莫伫遐咧无公平报道。哇，老师就厉害哎，哎，老师骹手真溜咧呢。哇，发现讲咱台语老师吼，真正是这个乌竿底豆油哦，今日推身躯穿乌的。哦，老师要跳啊，要跳啊！老师要跳，哎，老师加油！加油啊！哦，厉害！无简单的台语老师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哦，真好啊！甘露这关吼嘛是要稳稳过，啊无输赢啦，恁这个无输跳一摆。哦，哦，危险危险！来，危险哦！哦，双脚徛后塞吼，鞋啊，可以当救我好。鞋啊，可能啊，比我好哦。我都跳无，哦，唔好。麻雀电视股。即马看咱这个孝子哥哥跟咱如英吼，伫边啊吼，替因的队友来加油。时间是2分45秒。
哦，即摆吼看起来咱这个耗子队吼，应该是要赢的机会是较大。当然吼，咱做人要有运动甲爱精神。是是是，人讲惊别人赢就来去看，讲笑讲别人看人输无，袂使安尼哦。当然当然。哎，而且你完全了解为什么因有机会赢，你相信你完全了解。我非常清楚啦，非常清楚。哦，这上台啊，体力真正有呢。回了台，回了台，哦哟，不当个吃咯。哦，够厉害哦，搁底下表演哦。哎，哇，搁演出啦，演出啦。哇，空中咧跳舞，你甲看。哦，真正哎，这个有这个指定康啦，哦，指定康哦，一定要插咯哦。啊，台下搁有时间，搁跳一个，搁跳一个。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跳一个。哎呦呦呦呦！哦呦呦呦！哦，厉害厉害！要北裤去你哦无？要北裤去你无？搁白等伊，搁白等伊。白去。哦，我当时咯，时间停落来3分51秒。即马只要5万公，咱这个阿泰吼，伫个这个心目爬这条绳啊，超过2分钟，安尼咱就赢，安尼。好是咯，阿泰啊，卖爬较紧啦，较慢的啦，聊聊来啦。骹球较安尼白什么呢？时间啦？哦，够猛的，有够猛的。唔免冲较紧啦。啊，毋过伊饲袂着，敢咩？饲袂着是毋是无力啊？你是毋是双手无力啊？已经无力了对无？你已經日头已經吹到真棒啊对无？啊太啊你，搁升落来，搁一摆，升落来，搁一擺。有啦，不当起掉，起掉咯起掉啊！规队拢徛伫迄遮吼，啊，就恁算时间算伊赢嘛有啊，免报啊，免报啊，安尼咱有请到咱制作人吼，啊，甲耗子这队的选手吼，啊，来甲鼓励一下，来。多谢制作人，耶，颁奖！多谢制作人，感謝啾啾麥，謝謝。耶！台灣聽你我叫我喂，阿妹啦，要比赛之前吼，真正有去问选手，啊要安怎出力？因确实讲吼，一定要用骹的力。我骹就一直踢，讲无啥咧震动啊。足无好爬，足低。我原本当作我已经拍足低，啊，毋过我的尻川一直去弄着，所以我就感觉哦，真正爱规个拍落才会当过。我甲讲，迄数字35公斤，30公斤，啊，讲起来敢拢真轻松，但是实际上徛喺遐去摸迄35公斤的真出是感觉讲，哦，迄嘛超重去啊！这才讲哦，这参加比赛的选手有偌辛苦啦。